喺嗰度係整整齊齊。你睇前面嘅四幅，好似春夏秋冬，但係佢唔係春夏秋冬，係幅幅都係精品同山水。周圍嘅作品書法作品複述非常精彩。咁啊，今次咧嘅作品雖然唔係好多，但係個作品都係非常好嘅。另外加上有好多嘅主席嘅嗰啲紙衫非常精彩嘅，而且咧係個人收藏，並且不出售嘅。咁啊，今日我好榮幸喺度代表自己啦，祝賀呢個首屆嘅學員書法會圓滿成功。謝謝。好啦，我哋以下邀請我哋亞美運通旅遊總裁、紐約中國書畫協會董事高偉京先生進行主持嘅。